去年嘛，对，去年去了，今年也去了，就去了去日本，但我们从来没去过日本的一个地方叫冲绳，对，冲绳知道哦，他们的人很特别啊，其实那边的人也很爱唱歌，爱跳舞，爱喝酒。好像日本的原住民就是冲绳，他们那边的语言好像跟日本本岛也不太一样。他们以前是什么琉球王国，好像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氛围，不太像印象中的日本，很特别。还有一个歌手住在那边，我很喜欢，叫安室奈美惠。日本人看表演啊，他们很特别，他们看表演不像台湾，就是我们都会拿相机嘛，手机，就是如果喜欢的话，你想要记录下来这样。但日本人很守规矩，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因为很不习惯，通常我喜欢那种，你知道吗？对，我在练习啊，美光跟相机在拍，我就觉得很奇怪。刚好那时候跟一个日本作家青木由香在台湾有出版过6本书，他很喜欢台湾，然后跟他一起合作写了一首歌这样，啊，我就想说在那边发表这样，然后就叫日本的歌迷说你们可以录音，然后他们就骚动了，我请翻译，我不会真的讲日文的，就骚动说你可以录音，然后麻烦帮我 email 给安室奈美惠。我很喜欢他，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写歌给他。原住民嘛，好像他们的原住民是北海道的，爱国族。冲绳那个不知道算什么哦，也不是原住民哦，就是好了，就是冲绳人这样。就这样，然后就写这首歌，歌名也还没定，就叫做安室奈美惠，暂时听听看嘛，因为。可以写飞行的，真的，听听看会不会很流行啊？そのことそうさかなりどこへ歩いてどこへ変わってと空の誘い何か変わる夜から目覚めた海風なくの日こんな感じを楽しんでよこう眩しく見えない空へ上から目覚めた海風夏の日こんな感じを楽しんでよいつもと同じさ眩しく見えない谢谢。